農曆5月初5，端午節。端午節又稱端陽節、龍舟節、重午節。遠古時，端午原本是祭拜龍圖騰的節日，用來驅避夏日蟲害，預防時疫。後世為紀念愛國詩人屈原，也讓這個節日增添緬懷先賢的意義。賽龍舟最早源於祭拜神龍的習俗，眾人合力划槳，奮力向前競速，寓意祈求風調雨順，整年平安順遂。射柳是古代北方專屬的端午活動，人們策馬彎弓射柳馳騁，比拼戰術高下。打馬球是唐宋盛行的端午競技活動，人們騎在馬背，手握彎頭長桿爭搶木球，驅馬奔馳將球擊入龍門，相互較量競賽。跳鍾馗是驅除蟲害邪祟的傳統民族舞蹈。安徽等地端午依舊會舉辦相關表演，寓意驅避邪毒，保佑全家四季平安。放紙鳶也就是放風箏，南方端午放風箏又稱放秧，人們比拼放風箏，風箏飛得又高又遠，寓意隨風送走厄運，掃除晦氣。鬥草是古代小朋友愛玩的比賽，採來野草互相拉扯，比誰的草更結實，寓意着生命頑強，生生不息。雄黃酒是古時端午的傳統用品，古人會少量飲用去除胃氣，長輩也會拿它在孩子額頭畫上黃字，塗抹四肢，用來抵擋五毒蟲蟻，寓意驅除邪氣蟲害，祈求小朋友平安健康，少生病痛。端午立蛋是民間趣味競賽，大家在正午挑戰豎起雞蛋，比拼成敗，寓意立住好運，整年順利吉祥。帶香囊是端午常見風俗，在囊內填入艾草與各式香草，可隨身配掛或是懸掛在門前，寓意驅蚊辟穢，招納福氣吉祥。掛艾草是端午流傳已久的民間習俗，人們將艾草、菖蒲紮成束懸掛門窗，依靠特殊香氣驅趕蚊蟲，淨化胃氣，寓意阻絕邪將入侵，守護居家整年安寧。包粽子是端午最廣泛流傳的習俗，以粽葉包裹糯米與餡料捆綁蒸煮，既是節令美食，也懷念先賢，寓意祈求全家和睦，事事順心安康。歷經長久傳承，許多端午傳統習俗延續至今，包括賽龍舟、包粽子、畫鴨、跳鍾馗、立蛋、掛艾草、帶香囊等，延續到現代。端午依舊承載着驅慰祈福、緬懷先賢的雙重意義。賽龍舟、射柳、打馬球、跳鍾馗、放紙鳶、鬥草、雄黃酒畫鴨、立蛋、帶香囊、掛艾草、包粽子。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